苏花公路台高顶线新澳磅坑昨是有几落台车拢做伙，造成一个人死亡，11人受伤。这拖阿旧驾驶也互警方依照过失致死罪嫌移送侦办。检方问话了后是20万交保，事故原因阁需要调查。随时上这段路的伫咧磅坑的前后也是冤冤恶恶，伫咧2021年和16年的时阵，拢捌发生真严重的车祸。地方也呼吁讲，希望这疏花案就要赶紧完工。沙石车架地边轿车，互警方扣押，但检察官勘查。苏花公路台九定线新澳磅坑只是发生沙石车连环烧弄，致死1死11伤。工程人员无用清理修复，只是暗时顺利恢复通车。真侪伤者当中，还有一个细地重机技师，医院带去观察。现场的死者检方会伫自我受险，会发生这重大事故。肇事的现场的驾驶讲是因为精神无好误神，才冲撞头前车，互警方照过失致死罪嫌移送侦办。到新澳隧道北上发生多部车辆追撞交通事故，详细肇事原因等待警方后续厘清。这是苏花公路东澳甲南部第一摆发生重大死伤事故，2011年就因为游览车弄山壁，6人死亡。2016年共款伫新澳磅坑上方一个小客车驾驶酒后驶车，伫弯道车速伤过紧，并且弄山壁，4个人死亡。地方认为这路段真弯巧，尤其新澳磅坑短1公里，算有大弯道，才会发生事故的主因之一。呼吁苏花案赶紧完工。因为那边很直嘛，会不会误以为是说那边？可以加速，所以这一段我们还是觉得说那个苏花案赶快做一做综合规划案已经送到部里面待审核，那环评的部分也送到部里面待审核。这事故也互苏花案什么时阵因完工引起关心。苏花界工程处讲，综合规划已经送交通部审核，年底送环境部审查，若顺利2076年就应动工，2032年就应通车。记者综合报道。